咁隨住短片分享網站 YouTube 越嚟越流行，唔少人都中意拍翻條短片，然後放上網公諸同好。咁 Abbotsford 咧就有個男仔拍咗好多條教人廣東話嘅短片，放咗上去 YouTube 度。究竟有啲咩咁特別呢？一齊嚟睇下。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，身體健康。明明係一個用標準廣東話拜年嘅人，點解會係一個西人嚟嘅呢？Carlos 之前喺香港住咗2年，覺得既然住落咗，就應該學下廣東話，仲幫自己改咗個中文名叫做杜卓林，希望識朋友都可以方便啲。後嚟佢覺得廣東話越學越得意。我覺得 Chinese 係一個成日 evolve 緊嘅 language，evolving language， 成日都有啲新嘅 words 會出嚟啊，會有人講嘅 ，like and it's always fun to learn those new words。翻到嚟溫哥華 ，Carlos 對廣東話嘅興趣並冇減少到。佢而家每個禮拜都會拍一條短片放喺 YouTube 同網友分享。題材全部都係環繞香港近年流行嘅潮語。例如要形容一啲橫蠻無理嘅女仔，就可以用呢一個形容詞。公主病。話人哋影相嗰陣個樣好作狀，就可以話佢哋挫樣。Today I reached 10,000 subscribers。Carlos 上載嘅短片受到大批網民歡迎，幾條片加埋有成100幾萬人睇過，連香港嘅雜誌都要揾佢做訪問。網友提供嘅意見都非常正面。其實寫嚟，哇！你中文咁犀利啊，好標準啦，或者好流利咁啊。有陣時其實都會有啲人講，哇！其實你講咗呢個字講錯咁啊，或者你有啲錯音啊嗰啲。咁我都知其實我啲中文唔係 perfect 嘅，我仲有好多地方可以學習。新年快樂！適逢農曆新年，Carlos一個禮拜嘅短片就係教大家點樣用廣東話拜年。佢除咗希望透過拍呢啲短片為網友提供娛樂之外，仲希望提醒大家學外語嗰陣應該聽多啲、講多啲，同埋要記住啲生詞。Hear it, speak it, memorize it。農曆新年嘅第一個週末。